如何拍攝你也會入聲，如何叫你最有反應，連名帶姓會更接近你，還是太偽正經？如何叫你會引致幻聽？如何叫你會有反應？連名帶姓會更接近你，還是太偽陌生？要是完全忘了姓氏，也沒有本身的名字，總記得神情和語氣，無字暗語。你若心中有知，我見你有蝴蝶。你說這聲音可像你，鳥心花也是你，風之沙更像你，怎稱呼也在這個世界尋望你。你那裏是蝴蝶，然而飛不飛一樣美。副司機也像你，早有心更像你，這稱呼配合你才會唱和動起，覺得多麼入戲。你要養分和露水在盆內，小心灌溉。其實你是片盆栽，不要緊，是人是物亦要維護你。代號亦是任我改，我叫你用蝴蝶，然而飛不飛一樣美。女心花也是你，風之沙更像你，怎稱呼配合你才會唱和動起。你那裏是蝴蝶，你說這聲音可像你，副司機也像你，早有心更像你，這稱呼配合你才會唱和動起，改得多麼入戲。